个第67个口罩哈，机车是被乱丢了，在7楼的理发店的第10。新冠肺炎全球肆虐，保持社交距离成为日常生活关键字，口罩更是不离身。但是台湾日产上千万个口罩，如果大家每天至少用一个，等于一天就有2300万个废弃口罩。如果再加上全球人口使用量，累积的废弃口罩让人触目惊心。而废弃口罩如何处理，有没有跟环保使用口罩的方式，成为防疫期间另一个思考课题。新冠肺炎疫情险峻，民众在医院隔离治疗，又或者是医护人员使用过包含像是口罩所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就怕成为病毒温床。究竟在医院内相关的医疗废弃物如何专业处理？带您一块来关心。清洁人员全副武装清理垃圾，就是因为包含口罩的相关医疗废弃物，上头可能沾染体液、口沫，属于感染性医疗废弃物。也因此，无论是病房区垃圾收集、冷藏区暂时存放，又或者是最终送往处理厂焚烧，整个过程马虎不得。在医院里面使用的口罩部分，如果是我们的医护同仁使用的，或者是在病房区病人所戴的口罩，这个我们都要把它当成是医疗感染性废弃物。在医院处理方式，我们必须把它放到红色的垃圾桶跟垃圾袋里面，透过专业的清理公司来做它的一个处理。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使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应该要像我这样随手丢入垃圾桶。随意丢弃口罩，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处以1200到6000元罚款。偶尔还是会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到处乱丢的一些口罩哈，所以我在这个卫环委员会这边提出来，就是在医院也好，在社区也好，或者是在一些相关的那个机构也好，尤其是医院。那口罩的话，要有专属的垃圾桶哈。为了鼓励民众不乱丢口罩，环保团体看守台湾建议卖口罩先收押金，也有立委提议设置专门的口罩回收垃圾桶。不过环保署持不同意见，认为也有风险，就怕被不法人士锁定拿去做黑心口罩。而为了防疫，全国上下各级环保机关早已加强设置超过4000多个标语，就是希望能够鼓励民众不要乱丢。戴完口罩事实上就是一般废弃物。那一般废弃物，如果你乱丢，事实上会产生一些环境脏乱造成环境卫生就跟你乱丢烟蒂的效果是一样的。这是从一般的角度来处理。但事实上这个是应该要丢到垃圾桶。但是如果你对你的口罩有疑虑的话，你就是应该把它包起来，再丢付。除了政府机关动起来，饭店业者防疫也是最高标准。由于每周累积使用口罩数量高达1000片以上，因此特地设置口罩专用垃圾桶集中管理。所有员工从员工出入口进来上班的时候，我们会先请他们消毒手部，然后呢还会量体温。那体温合格之后呢，可以领取口罩。那在口罩的处理的话，我们会做单独的包装以及单独的弃置，那就比照环保署的规定，作为一般废弃物来做后续的处理。大家处理口罩谨慎小心，但废弃口罩数量暴增是不争的事实。而为了环保，为了让口罩留给第一线医护人员，许多民众也开始尝试各种不织布口罩起死回生的方法，其中又以电锅加热消毒最广为人知。另外，可以重复水洗、经食药署认证、细菌过滤可以达到80%以上的布口罩也开始夯起来。比如说你用完之后，你就是一般人就是随手丢到垃圾桶。放在就是你可能放在车厢还是放在哪里就忘了带走，那其实它上面的细菌跟病毒已经在滋生，对，那别人再去拿它的时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传染的途径，对，那我的用意就是说，我们把不织布口罩做的把这个材料加在里面。有民间业者运用自身纺织加工技术，结合新型奈米复合材料，开发出号称抗菌、抗病毒以及耐水洗3效合一的高机能纺织品，认为要来做成布口罩很有优势潜力。那我的用意就是说，你的细菌在上面经过我的涂层 TTA 涂料层，上面的材料会跟细菌或病毒做反应，那就进而可以把它降低它的生长。
业者所谓防护原理，就是靠上头涂料破坏细菌细胞，进而降低细菌生长。因此，即便细菌从口罩最外层进到中间抗菌布料层时，也会因为上头涂料被抑制生长，与一般口罩相比，等于防护上类似化被动为主动。再来谈谈废弃口罩最后1里路，大多进入焚化厂。大家有疑虑的毒气问题，经过环境工程技术解决掉之后，除此之外，废弃口罩还有回收再利用的空间吗？事实上，不织布也是非常多的种类啊，因为真正讲要回收是你要能够有单一形态、单一材质，你才回收才有价值。如果你的回收来的东西东一个40%，西一个60%，你的含氯不均匀的话，回收市场的经济效益是不高的。但同为不织布的尿布，现在已经有回收再利用做成再生纸浆的技术，一般医用口罩也能这样吗？如果以科技的这个进步的角度来说，如果你可以达到消毒，拿到了安全无虞，那个可以重复再使用。当然是可以往这个角度来思考，但是在现阶段，这个并不是首要的药物啊。现阶段还是把妥善安全的大家跟病毒做一个阻隔，才是一个药物。Now News 今日新闻，严真真、陈志宇、许家珍、叶正勋采访报道。